苗栗的白沙屯妈祖进香会伫个饭店过，也就是18子时12点半起行。按算2月13、3月23拜六会去到云林北港的朝天宫。今仔日江天宫附近就已经是人阵吵。伫个下晡3点外，咱的总统蔡英文嘛有去到江天宫参拜。 蔡英文下晡去到江天宫为白沙屯妈祖进桥甲上香。伫个致辞时嘛讲到，感谢妈祖婆保庇台湾，嘛透过这盛大活动，让台湾人展现团结合作的精神。一届高岗8暝行程吸引到超过18万的乡镇卡报名去参加，创下新冠纪录。现场也有真侪外国朋友同齐来体验台湾的文化。